后来苗栗磅龙点眼是客家人伫元宵真重要的传统活动。今年有15尾的新娘队伍来参加。另外，台中的北屯寿庙是挂一罐超大粒的佛珠，就是要让民众拜拜当佛珠的时阵，会当求内心的平安。好些人专心点佛，念一解，手头的佛珠得有一粒；念108摆，得有108粒。每朝民众开工上班，来遮有大粒佛珠，念悠悠的，心态也更加平静。拉起来会很重吗？还可以啦，因为有灵感的话都是很轻的啦。有，我只要来这边，我心情就比较好。我来很久了，很感动。这么大罐佛珠都挂在台中北屯的尚德寺内底。春节期间，吸引到不少民众来遮求大粒佛珠兼念佛，慢慢的拉，来增加自己的福分。表示挂这大罐佛珠，互民众祈福。苗栗市是有磅龙的活动，这是客家人当年元宵的重要活动。今年是由各团体组成15组龙队，拢总有15位新娘，每位新娘拢有不同特色。龙身都是女生，避免龙做的比较小只。对，就是因为要否那个女生去扛的。特别用粉红色，然后希望透过它的可爱能够消除灾难，带来吉祥如意。粉红色的新娘，也有花蕊特别显人白，也有五花十色、款式十足的新娘。这是一个遵照鼓励，为新娘开工点眼，替民众祈福求平安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